里約舉行 UFC 比賽，雖然唔係數字賽，但係主賽係輕量級嘅前冠軍，亦都係巴西人眼中嘅人民的冠軍Oliveira拉哥，所以點都要做翻一集為拉哥打打氣。經歷咗 UFC 317嘅一敗之後，Oliveira只係短短過咗3個月就再次接受比賽。喺重創之後冇幾耐就要再打比賽，下巴嘅保養同埋備戰狀態係非常之需要注意嘅地方。根據過往嘅經驗，受到 KO 之後咁快就要準備下一場比賽，結果通常都會唔太好。再者 Oliveira 嘅下巴硬度本來就脆脆地，壓力都幾大。但係喺里約舉辦比賽，作為巴西人嘅 Oliveira 想喺家鄉重回勝利，亦都能夠理解嘅。不經不覺 Oliveira 嘅年紀都已經嚟到36歲，距離退役嘅日子亦都越嚟越近。每一場比賽都係且戰且珍惜，希望 Oliveira 能夠承繼住 Pereira 喺 UFC 320嘅死賽。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DC 格鬥。喺正片開始之前，麻煩你哋幫我撳個訂閱同埋撳個訂閱，突破9000訂閱。仲有喺下面嘅留言區留低拉哥加油，為拉哥打打氣。Oliveira 回歸參戰里約站，對手本來係飛機 Fiziev， 同樣都係以泰拳作為基礎嘅兩個人，整翻場泰拳對決應該都幾唔錯嘅。可惜 Fiziev 退賽 ，UFC 只能夠重新配對個選手。首先就流出咗啲消息，法國特種兵 Sean Dennis 同埋巴西妖刀 Moicano 都有興趣參戰。Sean Dennis 而家處於連勝狀態 ，Oliveira 就算排名更高，贏咗都叫有啲作用，至少證明佢喺輕量級仲有一戰之力。如果唔係同 Moicano 嚟一場巴西內戰，都叫有一定嘅話題。只係雷聲大雨點少，兩個人都係拒絕咗成為替補選手，結果摔跤手 Gamrot 就成為咗替補選手迎戰 Oliveira。以 Gamrot 嘅地位嚟講，能夠對戰到 Oliveira 就被形容為着咗紅底褲，聽落呢就有啲怪怪地嘅，但係都總算係另類嘅褒義詞。Oliveira 自身最大嘅問題就係抗打能力，尤其是喺 UFC 317之後，休息得足唔足夠，整個備戰團隊嘅訓練方針有冇合適嘅調整，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 UFC 317而言，整個團隊我都可以話佢唔合格，戰術制定同埋發揮都非常之有問題。希望今次佢哋喺里約站可以能夠有一個冠軍級嘅備戰。Oliveira 嘅優缺點有留意開 UFC 嘅朋友或者有睇我 channel 嘅觀眾都好清楚，簡單咁講一句就係攻高防低，尤其是喺站立上嘅表現更加突顯咗佢呢一種技術風格。Gamrot 作為摔跤手出身，同樣擅長地面嘅 Oliveira 比賽，大機率會成為一場摔油比拼嘅地面戰。Gamrot 現時嘅戰績係25勝3負，近5場嘅比賽就打出咗4勝1負嘅成績。除咗 Fiziev 因為膝頭哥受傷而判成咗 TKO 之外，其他都係打到去判定。成個職業生涯有12次打到去判定勝利，呢一點就證明咗佢嘅體能都幾唔錯。雖然同樣擅長地面，但係降服能力嘅比例就比較低，只有5次嘅降服勝利，站立嘅威脅亦都較為一般，拳質就中規中矩。對而家嘅 Oliveira 嚟講係較為容易入口。Gamrot 喺站立能力上冇特別嘅亮點，臂展亦都冇乜優勢，比 Oliveira 短咗8cm 咁多。不過下巴硬度都算幾好，恢復力亦都唔錯。Oliveira 要破防亦都唔係咁容易，但係 Oliveira 嘅武器庫比較多，揾到切入點去 KO 或者降服嘅機會亦都大啲。喺 clinch 方面 ，Oliveira 無論喺站立定係地面都極具威脅。Oliveira 嘅 clinch 有好多種進攻嘅手段，爭失都比 Gamrot 更有殺傷力。喺傷害同埋消耗方面就比較睇好 Oliveira。至於講到地面嘅 clinch， 兩個人嘅方向就有啲唔同啦。Gamrot 就比較有爆發力，同時亦都會積極爭取上位控制為主。Oliveira 就打上下位都好隨心，通常都會以布置降服為優先。Oliveira 喺上位嘅時候，爭擊係常用嘅手段，殺傷力都好大。喺下位嘅時候，就算冇降服嘗試，都唔會俾對手過得太舒服。所以如果 Gamrot 主動剔單 ，Oliveira 到底係防摔定還是係主動進入下位準備降服嘅威脅係一個關鍵。但估計都係佢打下位比較多，因為 Oliveira 嘅防摔只係勉強夠用。調翻轉 Oliveira 如果主動剔單，摔唔摔到同壓唔壓得住就係一個問號。
好。以控制能力嚟講，Oliveira 並唔係做到十全十美，有機會俾 Gamrot 搶翻個上位。不過無論向住邊一個方向發展，Gamrot 最終都係要面對 Oliveira 嘅降服威脅。Oliveira 喺站立同埋地面都有住一定嘅優勢，但係致命傷就係佢下巴嘅恢復程度，加上 Oliveira 一直以嚟進擊嘅打法，同樣需要一定程度嘅下巴硬度去做支援，容錯率唔係太高。希望 Oliveira 嘅團隊今次唔係淨係得陪伴，可以善用 Oliveira 嘅臂展優勢，發揮佢喺站立上嘅壓迫力同埋地面能力，再一次證明 Oliveira 呢一個名喺輕量級依然係舉足輕重。中意我嘅觀眾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仲可以 follow 埋我嘅IG。我哋下次見，拜拜。